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今日咱要讲到吼是政坛查了真加滚的这个议题哦。在过年前查到过年的时阵，甲即阵咱讲过年后吼，也是热扑扑啦吼。要讲的就是咱讲国民党这主席这个规划吼，本地伫咧7月要来改选啦吼。啊，其实咱看到讲中共党事长吼赵少康咧，伊表态要来参选吼。这个议题，这个震撼弹一弹出来吼，引发到真济讨论吼。甚至伊嘛要表态参选到2024年这个总统大选。其实咱来算起来，也够3年外的时阵啦吼。所以咱讲啊，这个时间点，现在要画出来吼，其实大家嘛吼真正犹豫啦吼。啊，伊是讲到啥？伊讲吼，其实对着咱台湾国家未来这个发展，感觉烦恼忧心吼。搁安尼会去望过去，啊，其实哦，咱嘛看到讲，真侪人回应讲啥咧？前总统陈水扁在17的时阵讲吼，这个山野官亡国论，这个开山祖师爷就是赵少康先生吼，除非未来有调整，无就是稳死吼。有人是安尼看，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吼，但是其实国民党吼也有人。有对伊有真济这个希望甲期待啦吼，啊，其实咱看到讲吼，伫咧咱讲哇，伊真正要 keep 这个咱讲吼少年气，伊去 Clubhouse 头顶讲啥？讲经济就靠中国，国安就靠美国，哇，这句话嘛引起了真济人的讨论。另外咧，咱头拄讲到对台湾有期待，伊要 make Taiwan great again。啊，但是咱看到讲，其实国民党内吼有真济种讨论啊吼。咱嘛看到讲过年前的这个时阵，甲过年的时阵，甲过年后，其实这个态度吼，拢有无共款的这个变化吼。啊，江启臣伊过去嘛讲到吼，伊希望哦，今仔日毋若是这个挑选吼，未来佫较侪人士会当中心吼，去甲这个国民党来去做一寡政党的这个参与啦吼。啊，其实。赵先生嘛讲着吼，是想叫伊要出来，就是咱看到这个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先生啦吼。啊，咱嘛来讲吼，啊，其实2021年今年7月吼，还未到哦。啊，但是就咧讲吼，可能买手2024年。韩国瑜和赵先生要夹起来吼，要做伙来去参选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真侪种无共款的这讨论吼。前总统马英九安尼讲，国民党力量结合拢是好代志啦吼。啊，咱嘛看到讲啊，真侪这个党籍的讨论，即阵嘛放伫咧这个咱讲吼啊咧对话风波内底啦吼。所以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到底这个党籍，因为伊过去是脱离这个国民党已经20多档的这个时间咯，到底吼是毋是咱讲吼这个时间表，还是讲吼这个资格有符合？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吼，但是即阵因为昨吼，咱家己看到讲国民党如果家并做啥，这个中评委吼，到底有违反到咱讲党政军的这条款无吼？其实伊今嘛讲甲真清楚啦吼，伊讲吼，哇，这个咱讲党政军吼，应该嘛要退出掉这个 NCC， 因为 NCC 讲要来查啦吼，到底咱讲规个这个政坛会因为这个赵少康先生安怎来变化，今日做回来讨论。今天邀请节目顶4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中国国民党发言人陈伟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伟杰你好。第二位咱邀请政治观察员林罗水，罗水兄你好。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台湾基进桃园东部执行长拿树坡，树坡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台湾民众党发言人蔡俊伟。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安，大家好。其实4位拢是咱的这个老朋友啊啦吼，咱今日要讨论这个议题吼，对国民党来讲吼，有人是抱着真大的这个希望，但是国民党其实嘛有无共款的看法吼，到底资格符合无吼？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但是咱即马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哇，这回连 NCC 吼，因为这个中评委的这个事件嘛跳来讲话来讲吼，一定爱重启这个调查吼，到底伊有违反着咱讲的这个党政军的这个条款无？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中共党事长赵少康在农历过年前高调恢复国民党籍，国民党17号宣布征聘赵少康是中央评议委员。国家通信委员会表示，确除赵少康接聘书担任中评委，向也违反党政军条款 ，NCC 会调查，若违法事实，会向官罚中共200万。光一个中央评议委员。好像不值得 NCC 这样大动干戈了。你不能因此就扩大解释说因此他就是党务工作人员。民进党一党独大，也不能一党独霸到这样的地步。但顾问性职者不在此限。我们的中评委根据我们党章的相关规定，他就是建议性质、咨询性质的顾问，他没有决策权。根据广播电视法施行细则第3条，党部工作人员届时正当中庭。组织结构明定指挥之人员，中评委是属于国民党党中明可指挥，
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强调，中评委是属于无受薪的顾问性质，无伫这限制。刘孝康反对批评 NCC， 身为独立机关为政党服务，那 NCC 开发，也反对提出行政诉讼。我们就是会启动行政程序去调查，也会函请相关的当事人陈述意见，有这样的罚款20到200万，不改善的话就按次的处罚。NCC 表示将函请当事人提出意见，那调查事实违反供电法，应开罚20到200万。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先莫讲到这个主席的这个资格有通摕到也无啦吼，也是讲这个2024年，敢若咱先来讨论这个 NCC 这个部分啦吼。咱讲 NCC 讲啥？这个刘孝康若是这个真正要接任这个中评委吼，都可能违反到党政军这个条款，上济吼会当罚这个中国广播公司200万吼。啊，刘孝康吼今日回应就是讲吼，这个是批评 NCC 是为特定政党来服务，然后伊讲若是去用罚，伊确定会提出到行政的这个诉讼吼。先来邀请伟杰啦吼，安怎看这个 NCC 和今日咱讲的赵先生伊所讲的话咧？我感觉这个代志即马是真简单啦，就讲其实伊即马是要申请转来做阮的党员。OK。当然申请党员过了后，阮主席感觉讲伊过去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府相关的这个政策啥，伊有伊的资格。OK。伊嘛迄个历练嘛真完整。所以吼，甲聘做咱的这个阮党内这个总评委这个职务。其实我感觉讲，就像阮主席讲的，这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无摕薪水的。是。来你来讲 NCC 就为了讲伊来接这个总评委，就要来甲这个开发，我是感觉讲较无道理啦。无你若讲真正要安尼做，无要紧，你即马所有这个参与这个这个电视台的台面上的新闻的，你拢甲做一个调查。是。因为互人讲敢若这个因人设事因为伊即马要来参与国民党的这党内一寡代志，你就开始讲针对伊的资格，还讲伊对这个媒体有啥物影响啥，来为伊做这个条款的这个来处罚。我感觉讲，这对一般人来讲，对理性的人来讲，咱是无法度接受的啦。是，除了咱讲吼，这个有这个中国广播公司以外，其实伊有主持这个其他这个评论性的这个节目啦吼。其实咱讲吼，这个条款其实是受到这个广播电视法的这个部分吼，尤其是这个经营这个部分吼，尤其咱讲伊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个部分吼。若是讲台面上有咧主持的啥吼，伊可能有一寡这个党籍，可能也无受到这个限制，但是若是经营这个部分呢，咱阁继续请教罗水兄啦，安怎看咧？我先来讲一个议题啦，就讲。因究竟爱遵守一年党员的资格，才会当做党主席的。我看应当必要的时阵，无需要是受到这个限制。OK。因为一个党，若讲好，拢爬袂起来，当要翘起啊，为了救这个党找一个人来换这个党为复兴啊，无可厚非啦。OK。无可厚非，这党的存亡。比什么有资格无资格，迄拢较重要啊啦。但是我是感觉赵少康的理由无水开，无水开。伊毋是像我安尼讲的。伊的讲话是讲，这无哪有啥物明文规定，无一年，有一年，这个有问题啦。做一个党员，都爱一年才会当去投票。是。所有的选举一定是安尼。投票人比被投票人的资格真无共款，互投票人迄资格会加足严的啊。比如讲总统都爱几岁，爱有啥物资格？投票人无啥物资格，你会搞到有啊？莫无赤裸公权都会使的嘛。所以只有迄个做党职的人，比一般党员有较严的资格，哪有可能？党员投票都爱一年，伊互投票的人搁投甲做主席，拢无受到这个资格，这袂通啦，这不对啦。所以我是感觉，伊会当选袂当选，我认为大家尊重。若要救个党的存亡，应当有资格。但是若要救党的存亡理由就较水开， OK， 安尼真好笑。
OK， 这是这个罗水兄这个看法啦吼。啊，继续咱个先来请教苏波啦。咱头拄嘛讲到，啊，先来讲到这个 NCC 这个部分吼，有要甲开发，吼，可能是调查了吼，若是真正有这个事实的这个话啦吼。但是头拄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江启臣是讲，伊是顾问性质尔啦吼。啊 ，NCC 其实吼到底有权啊无权利，你安怎看咧？我认为这问题简单啦，吼，就讲其实这么就调查，吼，咧调查的阶段就讲，若是讲这个物件，吼，伊对党有一个影响力，那当然是袂使嘛。是，咱就想讲，做一个主持人，还是做一个来宾，还是做一个名嘴，其实伊咧，吼，这无影响力，甲伊有即个节目是完全无共。OK， 吼，这个我的看法甲韦哲兄小可无共款啦。吼，你无法度想象讲，若是蔡英文，吼，伊去做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吼，啊，这就甲赵少康到时阵来做迄个，吼，这个国民党主席的状况会变做共款啊。是，吼，所以我是认为讲。做一个董事长，尤其是伊个是总经理吼，伊对即个媒体，还是讲对个台湾社会言论的影响的力，吼，这是甲单纯做一个来宾是完全无共。有影。吼，所以是袂使安尼简单想讲啊，那做一个，做一个名嘴啊，是讲做一个讲话啊尔，啊，那有啥关系？其实，吼，就是认为讲对即件代志，吼，咧调查的阶段，吼，咱就应该。吼，都认真去思考这个代志对台湾社会言论自由的影响。OK， 但是伊拢讲，这个顾问吼，中评委这个性质人有清外的，无差异一个啦吼。总为你安怎看？其实赵少康先生伊要做这，伊为了要选党主席去摕这个位，伊是为了要选党主席去较摕这个位啊。所以这个位对伊来讲，只是一个过站，是一个中站。OK， 所以你讲。你伫这个过站的时候，你就要甲拍落啊！你要讲要甲罚钱，这我感觉 NCC 的做法，确实伊公务人员嘛，所以因为当着这种代志有人甲检举，也是社会上咧讨论，应该主动去了解、去调查，这拢会使。OK， 因为你若要甲罚，你来经验，甲你的规个做法，你还袂通讲话。啊，无通互讲 NCC 拢一个手都伸入去媒体内底，要安怎舞就安怎舞。所以今日讲这个东进军来退出 NCC 啦。伊讲是安尼讲啊，因为你要安尼讲，你嘛要举出讲倒位安尼，伊的主意是安怎 ？OK， 伊会讲啥物人是做啥物代志，有互你有东进军这种感觉。OK， 这个代志你讲讲清楚，毋是用安尼影射，了甲咱讲，因为人要来甲你调查，伊嘛是爱举出你倒位违反、倒位违规，较来甲你罚钱。是，我感觉讲这拢是政治议题，吵来吵去。因为你若等下伊真正要做。国民党的党主席，迄时阵伊这个位可能真正搞出来，较有法度，互大家规个社会会使了解。就像头伊咱执行长所讲的，你无得想讲一个媒体当事长来做一个政党的党主席，伊影响力会使变甲偌大。OK， 这件代志是大家，尤其经历过2020年的选举，迄个安尼风气安尼吵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媒体为着一个人，去。抱这个人开，迄个影响力是非常之大。你逐工媒体安怎出，规个新闻安怎报，规个政治声量拢伫伊的身躯顶。这是真恐怖的一个代志，这嘛毋是台湾民主社会所乐见的。所以讲，国民党伊的党主席这个位，是毋是爱互赵少康来做？这是爱互国民党的党员来决定，这毋是阮，毋是国民党党员会使智慧啦。OK， 因为伊若真正坐到这个位啊。可能该搞出来还是要搞出来，对台湾民主社会较好啦。OK， 伫这个主席进前啦吼，其实咱讲吼，铺上台面呢已经有真侪人吼，亲像这个咱讲江启臣吼，伊是要搁拼这个党主席的这个连任啦吼。但是某人咧讲话，这个江主席啦吼，青壮派的这个代表，若是搁拄到这个丢线啦吼。这个咱讲吼，政治头人真正是领先于真济会这个部分吼，两个搁比一个，到底咱讲吼，这个国民党会安怎变化？啊，其实咧，咱讲吼推荐这个赵少康先生搁倒来国民党的是咱讲韩国瑜前市长吼，伊罢免了，其实吼嘛是这个阿米啊吼咧。掘水啦吼，其实嘛看伊吼政治这个运作吼，豆豆咧出现啊。啊，其实咱嘛讲到这个朱立伦，这个咱讲吼前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吼，伊伫咱讲这个过年时啊吼，拍出什么这个拍麻将的这个牌吼，欠东风啊吼嘛，引发着一个讨论啊吼。另外吼，佫有可能的这个人选，连胜文嘛是一个选项，洪秀条嘛是一个选项。周锡伟嘛是一个选项吼，啊，其实咱今日嘛看到讲吼，这个咱讲另外佫有真侪人吼，可能拢要来选这个主席的这个部分吼。啊，其实咱嘛讲到赵少康先生吼，其实伫咧2月初1的时阵，佫有讲啥呢？伊当阵吼要申请恢复党籍的这个时阵，其实有批评到这个国民党吼。咱先做来听伊当时阵是安怎讲的。但是国民党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所以我真的认为国民党需要一个有力的领袖。
蓝军需要一个有力的领袖，台湾需要一个有力的领袖。中共董事长赵少康伫咧镜头前亲身对外来证实，有意思要重新登去国民党。赵少康伫咧1993年脱离国民党，创立新党，成做头一任的领袖。嘛伫1994年担任立委的期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的市长，也毋过说输互陈水扁。这届是安怎想要重新登去国民党？赵少康表示，幕后的支持者就是韩国瑜，两个人去年9月份食饭的时阵，韩国瑜支持伊登去参选党主席。但是他还锲而不舍，从9月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说服了，但我也很感谢他的看重了哈。江主席呢表示对我回国民党，他表示欢迎。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进前证实收到赵少康恢复党籍的申请，外界认为赵少康登去拿赢，目标可能是想要选党主席。针对这件代志，赵少康跟他讲家己目前无资格，但是照党规必须要恢复党籍满1年，而且要有中评委也是中央委员的身份。不过赵少康嘛表示，党主席会当直接聘任党员来做中评委，敢是会当趁机会来摕到参选党主席的门票，又甲球等互江启臣嘛伫咧党内引起讨论。主席的选举跟这个回归应该也不是一件事情吧？那对国民党的理念有赞同的，我们都欢迎回来。欢迎所有志同道合、认同、了解，并且愿意为国民党尽一份心力的所有人共同来打拼。那立委表示，真欢喜看到赵少康伫咧国民党上困难的时阵，愿意回来做伙拍拼。去互问到敢是到2022县市长的选举，甚至是2024市总统大选，赵少康强调讲，若是会当替台湾做代志，任何位置拢会使。记者综合报道。咱其实头都有讲到吼，伫咧过年前就吵甲真加紧啊！这个政治声量拢伫咧这个赵先生这个身躯顶哈，尤其咱看到讲，迄当阵黄捷要罢免的时阵，有一个影片，就是咱看到是这个江启臣主席和咱讲的这个赵先生啦，做伙合体，哇，这个操纵议题能力拢伫咧这个赵先生头顶啦、身躯顶啦吼。其实咱嘛有咧讲吼，到底青壮派这个咱讲江启臣主席也好，还是讲这个赵先生啦吼，伊是真正无认同这个江主席的这个做法吗？其实我咧想，一个政党内底本来就每一个不管是派系还是每一个人的想法本来就无共嘛。当然，这个想法无共的，这个同时就是爱加这个讨论嘛，沟通嘛吼。希望大家当得到共识，来替国民党来拍拼。所以我讲，真侪人对这个江主席拢有误解，讲伊是不是这个领导阮国民党就没有魄力啦，等等吼。其实主席一开始你参选就讲，未来国民党伫伊的领导之下，要做集体领导的这个路线。因为大家拢可能主席就是一个人讲话就准算所以有人讲，伊是哪会讲，敢若较无迄个魄力啥，其实毋是安尼。伊拢尊重每一个人，每一个头人的这个看法，来做一个来结合了来做一个这个共识出来，再替国民党来做新的代志。所以当然每一个人对伊的看法无共之下，所以再一开始就开始有像讲伊这个做法安怎路线无共啦，这个九二共识到底要放无爱放等等真侪声音。我讲这国民党是好的代志，因为大家以前是一言堂，现在无大家拢有讨论，讨论了后，大家把这个共识做出来符合这个台湾这个主流这个民意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这个论述，我感觉这对国民党本来就是好的代志所以讲，尤其这阵我讲较歹听就，国民党即马啥也无党产也无，啥物拢无讲较侪人要出来选党主席，对阮来讲，阮感觉是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啦。讲国民党即马做党主席是真艰苦的代志。爱去这个募款，爱找钱，爱饲遮的党工，过去遮的党工等等，真侪代志爱去看。所以由咱这个江主席即马来换这档，其实对伊来讲，对伊的这个资历来讲，其实是真正较艰苦的。因为伊嘛愿意担这档，所以讲即马伊国民党已经改变到这个时阵我家己个人去看啦。不管向未来要选党主席，一定拢爱重视清廉这块。不管是倒一派，清廉绝对爱重视。未来要安怎这个拓展规个国民党的这个选票的这个盘势。每一个党主席参选人拢一定爱重视，所以我讲，不管是谁来做，这是已经无法度片面的这个趋势所以我讲，不管是即马台面上遮的人，未来国民党要行的路线是啥物，拢会经过一个讨论辩论，然后做一个新的属于一个规个台湾社会
主流民意该有的这个路线。但是大家观众朋友可能会好奇啦吼，就是2020年，这个国民党这个总统也死去，立委嘛是大败啦吼。迄当阵声势长败的时阵，那无像这回咱讲吼七名还是8名，遮尔侪人参选。咱这回看起来有人咧讲啦吼，就是因为这个内地这个议题吼，差了有加滚，差了有成功吼。咱这个民进党声势歹，国民党声势有起来，所以大家过来抢啊，我的讲法。当然，这个讲法有啦，要毋过其实你看足侪这个数字，根本就毋是安尼，毋是讲阮国民党的这个支持度无到20%吗？所以我讲，因为即届迄阵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主席是补选 ，OK， 补选敢年外尔，有人想讲我就想要做4年圆满的 ，OK， 所以讲迄阵敢2个人出来参选尔，当然即马。不管是像拄啊赵先生讲，伊看袂落啊。OK。规个台湾社会，规个政府即个所有的迄个路线拢偏移啊。甲规个过去中华民国的即个法统无共啊。所以伊要出来做这个代志，我讲嘛是好代志。台湾民主社会大家讨论，互民众来做决定，我感觉这拢是好代志。OK， 咱继续请教罗水兄啦吼，安怎看？即个咱讲即个局啦吼，7、8人吼要来参选到即个部分，咱讲吼政治金动。这回嘛要做伙来参选吼，到底伊的这个资格咱还未讲的啊，但是这个局你安怎看？这个看起来是安尼啦，就讲哇，这个来自民众拢真无支持啦吼，开放，所以国民党就认为得到机会，但是得到机会啊，虽然热滚滚啊，但是看起来国民党民调冷冰冰啦，都无起来咧，所以无的确啊，赵少康就看得着急。救党佮要救国啦吼，伊毋是干要救党尔咧，伊讲国得要亡啊咧。Make Taiwan Great Again 吼。这两项啊，我看伊要救党，爱甲尊重，而且嘛好应当好代志啦。一个党伊嘛对遐出来，即摆讲伊爬袂起来，看要安怎来较紧来甲救。这好，但是讲国要亡啊，敢有影？伊佫讲，因为国要亡啊，就是足歹。伊即个国已经足好诶，所以讲要 make Taiwan great again。great again 就是讲已经足伟大诶啦，即摆足虚伪诶啦。我都想无呢，即摆吼无偌伟大啦，我承认啦。因为台湾较伟大啊，要甲美国比，迄差太远咧。莫国甲美国比啦，甲迄个已经虚伪诶英国比。袂差一截啊！咱国民所得都人个，毋是1/3，就是1/4，上好1/2尔。讲你的薪水就遐少，讲阮足great诶。这讲袂得过啦，吼。但是今仔日啊，所得哦较歹啊。敢像真正赵少康讲古早台湾好甲袂讲咧。即摆国民所得3万块，无咯，迄阵啊。赵少康有找一个国民党执政的时代，迄个国民党迄个国民所得啊4万块，干嘛呢？无嘛，无到即个1/3嘛。讲好，国民所得这是经济，除了经济以外，受人尊重，嘛无一定呢。即摆你甲看全世界，这台湾搞迄防疫创啊遐尼好势，明明伫中国的边啊。感染伊上危险，伊个台商去中国国遐济，哇，你一定走袂去啊！结果走啊离，全世界前3名一定是台湾有中甲一个，所以全世界拢伫学咯呢。即款光彩啊，赵少康嘛无比我侪岁呢，我毋捌拄着遐光彩呢。伊拄着，毋着讲一寡来批判咧。不只是安尼，即摆讲这台湾的迄个晶圆制造，包括台积电，包括迄个贵尔金，就是迄个日月光包括迄个联发科，拢世界算叫。毋是晶圆代工第1名，就迄个手机晶片的迄个厂商第1名。是。这嘛无足伟大啦，因为这若吼美国上源头的迄个设备啊，甲技术缩起来，这几间拢倒啦。拢倒啦吼 ，OK。无偌伟大，但是无偌伟大啊，不甲全世界拢爱甲台湾偷晶片。是。这毋捌呢。赵少康若讲过去，毋免讲晶片啦，
啊做个什么第一名，互人欣赏。我知影吼，就迄个过去做雨伞第一名啦，啊做迄个沙发第一名，这甲晶片比起来有相当远的距离。啊，讲一个批判，所以讲到这，我感觉赵少讲啊，要去救党可以，要来救国啊，即马这国袂甲人歹啦。OK。啊，你要讲那 great 就是较过去共款，啊，要互台湾甲过去共款，我惊着呢，甘汤。要比倒一个过去啦吼，就是伊即阵反空出世吼，到底是要救倒一个部分吼，大家嘛是有疑问吼。啊，咱嘛看来讲吼，其实吼，真正迄当阵有互人叫做是政治金童吼，到底这个政治金童是伫咧1992年吼创下咱讲吼，这立委23.5万票这个部分吼。啊，另外咱嘛看来讲啊，伊甲迄当阵吼，这个前总统迄当阵是台北市长啦吼，咧选的时阵是输互伊啦吼，啊尾手吼。落入位了后去踏入这个媒体界，然后咱看到讲尾手伊就是伫咧媒体有做一寡这个董事长也好啦吼，啊即阵嘛有主持节目啦吼。其实苏博伫咧这个进前吼，陈文成博士进前吼，这个过往的这个周年的这个时阵吼，写一篇拄好因讲一个出世的这个年代啦吼，31岁吼，迄当阵这个陈文成死的时阵是31岁，尾手咱看到40几档过去啊，即阵。赵先生要登去国民党，伊当阵带领新党有袂歹这个成绩啦吼，但是你安怎看，这两个做一寡比较咧？哦，我是认为讲吼，就是讲咱讲政治金童吼，其实咱看这个，迄个选举是我差不多10岁啦，吼，所以即摆嘛过要30年啊。其实咱对政治啊，甲这政坛的判断吼，其实无法度用较早的想法去看即摆的时间点，吼。我认为讲罗水兄讲的足好的，就讲。要救党当然是个人的意志啦，吼，伊个人想要救党，咱都是赞成的嘛。吼，不过对国家来讲，吼，对国家来讲，真正赵先生出来，对咱台湾有好吗？我是直接拍一个 question mark，吼，因为刚刚讲按尊重咱少年人的意见嘛，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咱若要尊重少年人的意见，咱安尼看，吼，即摆少年人对罢免啦，还是讲对公投啦，吼，对这个态度，伊可能甲赵先生的想法是无共的，因为伊认为讲，哦，安尼台湾吼，还是讲中华民国最危险的问题是，咱肺炎吼，全世界较严重的时阵，台湾好势好势吼。啊，咱讲咱的股票吼，还有咱的经济，其实这几年中间的一个稳定的成长吼，尤其是我个人是看法是安尼啦，就讲赵先生甲咱陈文成博士吼，因是同一年出世的吼，啊，因咧过去的台湾社会来讲。吼，因行无共的道路，吼，有的人是行国民党的道路，有的人是为台湾民主奉献牺牲，吼，所以咱咧看，我感觉较特别的是讲，过30年了后，吼，我感觉赵先生对于整个世界，尤其是台湾的国际吼局势内底，吼，扮演的这个位置，吼，其实伊无做清楚，吼，规个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在这60年中间。吼，这2年中间有一遮大的变化，啊，伊搁咧话讲，吼，经济靠中国，吼，国安靠美国，啊，我可能会问2个问题，第一是讲，咱咧赵先生伊对台湾的位置要放在倒位，伊其实无讲嘛。那第二是讲，明明中国甲美国，吼，这2年中间，因这2个国家的矛盾遮严重，吼，甚至讲咧经济上就是咧。贸易战，贸易战相拍相刣的时阵，你阁会使讲哦，咱经济就来我中国，哦，国安就来靠美国，啊，当做2个国家拢是吼潘啊，吼，咱要吼再来食一个豆腐，再一个蒙姐，吼，安尼就会使吗？吼，这是我个人认为讲，我赞成罗主兄讲的，就讲，吼，赵先生要来救国民党，咱当然是吼无法度甲讲反对。OK。不过伊要来救台湾，还是讲要来救中华民国，吼，我是认为讲，这可能爱。小大家爱考虑啊清楚。OK， 其实苏博有点到啦吼，就是讲这个经济哇中国，这个国安靠美国这个部分吼，其实罗水兄嘛有写到吼，这个美中台这个关系用到这个 China America 吼 ，Taiwan America 啦，咱阁继续请教罗水兄甲咱补充一个美中台关系，甲伊最近吼提出来吼，这个经济哇中国，咱讲国安靠美国这个部分吼，其实是延续到咱讲前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这个想法，感谢呢。甲韩国瑜有共款啦，啊，迄嘛袂当怪讲伊专门要对韩国瑜啦。OK， 慢就嘛咱讲啊，啊，国民党讲上勇的王牌，经济王牌，萧万长嘛是安尼讲啊。哦，萧万长在迄个2004要甲马英九作为选总统的副总统的时阵，伊就写
2本册，1本册啦，啊，佫改写1版，感觉无够好，佫改写，啊，拢讲一个意思，对啊，美国迄阵拄到金融风暴都，啊，毋是，迄金融风暴以后的代志，迄就不会袂使哩啦吼。美国已经袂使啊，啊，所以这既然美国会袂使的，所以呢，咱经济靠中国就好啊。伊讲，我也会记得伊安尼讲，伊讲我们站在中国的大巨人的肩膀上当个小巨人呐，哦，这竞选的名言。是。这个经济是靠中国嘛，啊，就所以这规党拢安尼啦。啊，我迄阵听着讲，我靠腰，啊头壳那遐拍，像头壳遐拍，举例来像即届赵少讲台湾啊，对中国迄个出超，哦，就是买去搁买转来，安尼加赚的钱是1400亿，啊，赚着美国的吼，才100亿，我差遐济，啊，无靠中国，啊，要靠美国，这哪会使？OK， 这个头壳歹去，因为大概是2005、2006的时阵啊 ，WTO 就提一个报告，伊讲啊，啥呐？迄个中国会对美国出超遐济，会对欧洲出超遐济，迄个几啊千亿的钱，中国人咧趁，吼对美国、英国、欧洲趁倒等于是安怎？这拢是韩国、日本、甲台湾啊。实际上，这几国的这个生意人啊，在业内啊贸易，业内贸易，业内贸易是啥？所以台湾厂商去中国设厂，啊对台湾卖物件去中国，啊再做好势再卖去美国，安尼这个三角贸易是哦。这个顶台湾人家己咧做嘛，所以这个局势就是讲，你看迄个电脑拢是安尼嘛，电脑台湾制作的公司挂 Dell 的牌，挂 HP 的牌，但台湾的公司咧做，啊做了，啊再有 HP 卖等于美国，啊这所以美国去互中国趁安尼东倒西歪，这拢是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人咧趁嘛。所以照迄个 WHO 伫讲的，就是自2005年来讲啊，即个台湾伫中国安尼出超500亿、580亿，啊，即580亿都伫中国，互中国去趁即个美国几千亿、几千亿，是安尼来啊。哦，因为台湾卖去中国，啊，佫倒头其他钱，再卖去美国，所以若无台商啊，去趁中国钱啊，即个1400亿，中国要趁美国钱几啊千亿，要倒去趁，无得趁嘛。所以台湾嘛是，你看中国偌傲慢，自敢毋欺负台湾，啊，若欺负台湾的话，有材料，我钱无互你趁。唔敢嘛 ，OK， 台湾的钱趁无到，伊美国钱伊就无得趁嘛，伊美国中国规个串起来嘛，所以规个这个贸易的状况是安尼，这 WTO 看真清楚，偌济钱嘛算出来，是，啊结果要做总统的人，要救国人，参这点唔知影，哇，要救国啊，切都马的。较慢的，较慢的。OK， 这是罗水兄这个建议啦吼，咱先请这个伟杰简单回应一下。哦，其实我咧想，当然每一个人对这个赵先生转来国民党要参选党主席啊，未来要选总统，拢有真侪看法甲批评啦。啊，当然我咧想讲，因为我徛在阮在野党啊，中国国民党的这立场，等于讲，因为这几年内底吼，民进党的一寡做法，真正互一般的老百姓无法度认同。当然我都会当同意咱罗水委员讲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伊讲，咱过去是可能讲甲中国行太晏，互伊这个掐住脖子哦，所以讲即马咱要行。掐住脖子，我讲伊唔敢掐。对，要行别项的路线。要毋过，阮伫基层内底，我伫想委员嘛知影讲，即马真侪这个商家、夜市啊，真正是拢无人。当然。
电商有影响到，因过真正观光客来真少，当然疫情嘛有影响。因过当然就讲，即马台湾的咱的执政党甲即个中国大陆无一个即个沟通的管道。是，其实国民党嘛是要扮演这个。其实阮一直想要做石破心啦，大家拢教阮骂啦，讲阮亲中舔共啊。其实讲我讲咱理性来讨论讲。国民党甲这个共产党过去有打过交道，嘛知影讲因的这个路线是安怎处理，要无就是讲即马执政党家己当行出一条路线，甲大陆来做一个沟通，我感觉这嘛是会使可以的，因为即马唔是，所以阮咧想伊讲，即马因为每工飞行机安尼战机安尼飞来飞去，对台湾唔是好代志，所以阮已经提醒执政党讲这爱注意，当然执政党讲无可能啦，迄拢假啦，迄纸老虎啦，阮嘛尊重。因为阮嘛是徛伫在野党的立场，嘛甲提醒讲，唔好伤过甲刺激。当然，咱会行家己的路，我嘛赞成。因过伫行家己路的同时，要安怎伫美国、中国大陆啊台湾之间得到咱台湾人民同好的这个利益，我是想这是大部分咱这个民众所注重的代志啦。OK 啦哈，相信这个国民党嘛要做一个真好的这个桥啦哈。扮演着这个中国甲台湾之间的这个高档的这个平台啦但是咱嘛讲到这回这个赵先生啦要转来着国民党，其实唔若讲到这个主席的这个资格也好啦是讲这个参选2024年其实若是讲主席这个部分，伊真正若是有资格去参选真正阁会选调未来掌握就是咱讲2022年一个地方选举这个布局这个部分伊掌握着真侪资源嘛有人来讲啥，这个韩国瑜啦这个部分伊是代表伊的这个势力啦可能韩国瑜无要继续选，但是伊有其他这个韩家军等等这个势力另外咱要讨论就是讲这个赵少康先生真正是可以当选了，甲其他小党其他在野党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空间到底有无啦所以参选国民党咱先来看到啦但是讲江启臣真正想要选做了袂歹，江启臣继续做就好啦还是讲参选到2022年台北市长啦做党主席嘛当考虑到2022年、2024年这无冲突啦never say never。另外咧，争取到2024年国民党总统的这个提名一定争取到这个部分韩调配，还是讲调韩配啦这个部分。咱先来问到准伟啦这个若是讲真正有法度这个资格来去参选甲这个小党合作，你安怎看？南北合作？我讲你这个议题就一定有小可跳一个伤紧啊！你嘛爱先选调，开来讲，伊有法度来甲阮民众党讲合作这个问题，因为2022年的选举是佫真久啦。你讲若真正要布局嘛，是明年初开来处理嘛，佫会赴。因为即马对阮这个小党来讲，阮就是不断的去行基站，去布置阮的组织啦。阮的文宣啊，阮的一寡议员的候选人，这拢是需要去培养的。阮需要这个时间去培养。因为你讲甲国民党合作，就像阮党主席讲的啦，毋是讲甲国民党合作，甲民进党嘛会使合作啊。因为议题上合作是无去画一个界线，讲我就是无爱甲你国民党，我就是无爱甲你民进党。因为这对台湾政治甲社会来讲，拢毋是一件好代志。相当的对立，对规个台湾的政治环境来讲，敢有歹无好呀？因为咱这个台湾社会，这个岛会遮细，2300万人，你面对着中国，面对着美国，伫个这大国之间，咱内底人佫无团结，咱要去面对这个社会，咱面对咱国际形势。所以讲，议题上合作当然嘛是会使，因个确实有真侪人讲，咱南甲北敢是拢敢合作伙啊？阮是小拿是安怎？因个因为阮即摆就是在遐党嘛，伫个规个中央内底，阮个议题合作就是安尼嘛。因为阮也就像我举一个，就像阮讲要来去修宪，若无国民党甲阮斗签，阮连修宪的议题连摕都无得摕，因为阮人数就是无够，这就是爱去合作去讨论的嘛。因为民进党直接讲，阮无要签互你。所以这个准位提到，互咱就是讲其实小党这个生存的空间一定爱甲这个合作啦咱若是佫讲单就是讲规个这个整个的，咱讲这个赵先生啦伊要转来其实过去咱嘛头拄仔讲到，这个前总统陈水扁讲伊啥，伊是这个蒙古人山野关的这个开山祖师爷啦咱来继续来看1994年，伊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市长的这个时阵，言论是啥？讲台湾国和中华民国的这个选举啦若是对手，陈水扁当选啦台湾特别灭亡中华民国特别毁伫咧民进党的这个
花西区的这个主议内底啦，手里迄当阵是42万票来落选来败选另外一个赵少康观点伫咧伊广播节目内底批评李前总统这个戒极用忍这个政策尾手伊讲啥？戒极用忍真正害台湾另外有个人咧讲伊即回是要选这个党主席也好，还是讲这个参选到这个咱讲2024年是为着这个3中案若是真正伊做党主席佫有这个3中案带着这个案底可能伊就会使讲哇，这个绿营政治破坏，敢有这种可能？伟杰。我咧想每一种可能拢有可能啦。比如讲，第一，你讲伊要参选党主席，当然即马恢复党籍即马嘛主席嘛要互伊即个总评委即个身份。要毋过即马就是讲，阮即个党内即个规定差不多爱即个。1年以上当然拄委员嘛有讲要救党，唔好有遮个即个冇有这个限制，这个限制。要毋过其实阮过去就是踮伫改来改去，所以阮的支持者甲讲你国民党拢是因人设事，所以讲即届主席就是讲无要紧，规定安怎就是照安怎。所以我家己咧看，应该是袂为着伊去改即个规定啦。规定安怎就是安怎，就是无要搁改啊。为啥因为正前有个人咧选即个党代表啥，拢有一寡人头党员，那个党员啦，唔再讲用这1年的时间，无有人选举前2礼拜、前1个月这入几啊千人做党员，选举就当选所以迄阵党内因为有遮的即个问题，所以做遮的限制。所以讲即卖的即个规定就是爱1年以后才会当有即个权利来即个参选党主席，所以讲。照即摆规定，伊是应该是无资格来参选阮即个党主席的啦。OK， 是即阵无资格，但是无资格。中常会安怎讨论？会有变卦无？中常会当然有支持的嘛，有反对的啦。不过大部分我听到应该是希望照主底即个规定就好啊。OK， 我伫讲，因为过去比如讲即个换注事件，互阮即个伫即个2016年大败。所以大家讲唔好搁安尼变来变去。OK。等于我讲，赵先生嘛有讲，其实伊转来嘛无一定爱位置，位置是要替国民党来做代志，啥物位置拢会使嘛。所以我讲，无一定以伊即卖的即个声量，以即卖对媒体影响力、对社会影响力，无一定爱做国民党的党主席啦。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是，所以咱来看来讲到底这个资格，其实伟杰讲。是即阵袂使但是中常会安怎讨论，也有一寡变卦的空间。但是这个赵先生伊刚刚讲伊自本都无要求别人，因为伊来违反着规定啦以后这个以前啦，这个候选人敢有2个资格，做过中央委员，做过中评委啦咱看到17就是昨的这个时阵，中评委伊这个身份嘛摕到这个部分。即阵是有但是一当即个部分就是真大的即个操作的即个空间但是伫咧这是伫咧补选细节内这第5条党主席候选人资格规定，就是中评委还是中央委员无受到即个停权一当以上，也是讲撤销党籍开除党籍等等即个部分所以真侪人嘛有咧讲，其实即个法也阁有即个所避的空间，有无？我咧想啦，照即马大部分支持者的想法啦，是无希望变来变去啦。OK， 所以讲照即马的即个规定，应该是别去做即个改变。安尼去用讲话无？咱国继续请教罗志兄，你头都有讲到啦真正莫设即个限制伫咧啦。即个限制正常的时代爱有限制啦。是无遐尼一人竞争，你的游戏规则要安怎开始，无人知嘛。OK。但是，那照赵少康伫讲这国家都甲党拢伫要灭亡呢。这个时阵当然，这个规则爱超越嘛，救国，迄就唔免乱呀啦。救党，当然，伊要救你的党，你个党无爱互救，这嘛无理啊。党无爱互救。是啊。其实嘛，毋是我讲救的方法有足济，我都已经讲过。所以伊会当用伊媒体的声量，用媒体的声量为过去伫政治界、伫媒体界这影响力来替国民党。所以主席还是讲，阮过去几个党主席拢讲过啊嘛。是。每一个人拢是国民党的一份子。OK。你要为国民党来拍拼，阮拢欢迎。要毋过即马即个规定的代志，就莫阁变来变去。所以我看顶下嘛讲，就第一换注的代志，第二。郭台铭的代志，互阮的支持者感觉讲你拢因人设事，国民党无一个制度，所以就有人对国民党你都无制度的，拢人讲的准绳，主席讲的准绳，所以主席希望讲
登来制度来做讨论，所以目前的制度应该就是袂使。OK， 目前的制度啦吼，所以咱继续搁请教这个苏破啦，安怎看？这回啦吼，真正这个一党的这个规则，头段你是较赞同罗水兄的讲法，还是咱讲伟杰的这个讲法咧？伊我来救一下伟杰啦吼，就是讲先让还是先担啦。OK， 吼，就是讲这个党主席的选举对赵先生，还是讲对咱国民党的朋友来讲，应该思考的是这个问题。吼，若是要让，那当然大家来讨论规则。不过若是要担，应该就要讲哦，我不管我拢一定要来做嘛。因为我感觉讲咱用这个时间来讨论，这真趣味。吼，因为要选一个党主席。这规定毋是写咧遐写便便吗？吼，毋是用手机啊查一下，无就敲一个电话，大家你应该知影讲有这个资格无这个资格吧？吼，不过为着这项代志，咱已经差要2礼拜以上，或是对咱台湾社会的资源是一种浪费啦。吼，不过嘛要提醒，吼，伟个声就讲吼，其实咱都做少年的嘛，吼，咱嘛要思考一下代志，讲民主政治吼，这嘛是有一个世代的问题。OK， 吼，你看。江主席48岁，吼，朱主席，吼，朱前主席59岁，吼，这少年世代啦，咧国民党内底应该算少年世代，吼，啊，都想要做代志，搁想要来承担的时阵，吼，啊，即马来一个70岁的赵先生，吼，啊，不过当然有迄个意愿，我当然我袂晓甲讲要甲动，不过咱嘛要回头来看讲，赵先生是一个好的人选吗？吼，咱回头看伊讲的话，不管是用90年代伊讲的这代志，比如讲，吼。那淡水米当选吼，外省人拢要去跳海，还是讲中华民国就要灭亡？吼，这些对于台湾社会迄个心结的矛盾的催化，吼，刚讲赵先生伊较早对伊遮讲的话，伊有道歉过吗？有检讨过吗？吼，咱若无的时阵，吼，伊即马来做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是一种资产，还是一种负债？我感觉这是国民党的朋友爱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好，第二个是讲。那这对于这个角度，吼，赵先生即马讲伊要来承担国民党的责任，不过伊咧台湾的民主政治内底，伊讲有啥物贡献？吼，伊讲有啥物做作为讲对台湾的民主进步有一个杀力，吼，我基本上嘛是怀疑的。吼，所以当然啦，咱当然就讲有啥物党主席，吼，就有啥物党的一个走向。吼，那赵先生想要来去做国民党的主席，伊无一定是台湾的幸福啦。不过咱就甲祝福啦，吼啊，当然这就是为这兄吼甲因的国民党的同志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我自头先吼有先问这个伟杰兄吼，到底这个青壮派甲这个政治头人吼，真正是先拜级的，到底恁青壮派这个影响力抑阁偌济？其实我想大家拢知影，讲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士大人。士大人的党，讲话较大声的一个政党，当然阮嘛较尊重士大人的这个意见啦。当然这嘛是阮即马江主席起来了，伊想要改革的部分。希望讲这个士大甲咱即马青壮派当结合，哦，因伫后壁替阮杀，阮伫头前冲，来做这个合作。当然每一个我嘛踮咧讲，每一个政党拢有每一个政党的无共款的声音嘛。我咧想民进党嘛有想要极独派的，嘛有人讲要和平派，拢有嘛。所以讲。每一个政党家己去路线，家己去辩论，辩论了后定调，好好啊行，替台湾人民来做同好的代志。我讲这是较重要的。是，咱继续搁请教俊伟啦吼，你嘛是代表一个青年世代。头拄也讲到这个赵先生的时阵，你讲吼，伊讲政治金童，迄当阵你嘛才5岁啦吼，迄当阵吼。伊讲1994年，我讲1岁。1岁尔啦吼，所以你来看，这个头拄也伟杰嘛有讲到因的这个无奈吼，可能。真正爱听时代的话啦，因为国民党伫大家会理解的中面是一个内斗内行的政党，因为伊按不管去年的初选啊，总统大选的初选，武甲安尼差价6价，规个政党甲无一个规矩安尼，就像头仔讲的嘛，你这党主席的规矩你查就好啊。是，只是因为样个国民党有一寡朋友拢最爱讲一句，你若真正强，唔惊人制度安怎改 ？OK。因为你若真正有强干，因为迄时阵韩国卢成清出来选的时阵，嘛是嘛有人安尼讲啊，因为伊够强，所以毋管安怎选伊拢会赢，所以无差。所以江主席伊若真正有这个魄力，就讲无紧，大家要来选拢来，因为我是上够格的党主席，我就安尼来选就好。因为这对于其他的政党来讲，这真正是国民党的家内事啦。阮是希望这件代志会使尽快落幕。OK， 这毋免拖偌久，你会使选袂使选，你就直接讲。你若无得选的人，你讲要替国民党做大代志。你原本你伫个中广，你伫个 TVBS， 我看已经替国民党做真侪代志啊。你会使继续伫这个位置来替国民党做代志。你若有想要去做其他的代志，我嘛拢支持，因为你替国民党加油，替台湾加油，替中华民国加油，这拢是大家所乐见的。但佫无需要为了这种家内事的问题，插下规个政党，
国民党内底看下有小可乱，规个台湾政坛嘛咧乱，那个一寡议题，譬如讲防疫疫苗这问题，都很坎慨。这不是台湾社会、台湾人民所要看到的。OK， 有影啦吼，所以这是准为吼，徛点这个小党的这立场来去建议讲吼，其实咱爱个关注的物件爱个真济啦吼。啊，咱嘛来看讲吼，其实真济人也是对吼赵少康先生登去甲拿赢有一寡这个看法的吼。拿赢吼，即阵嘛是讲是好代志啦吼，希望讲赢得哦党内甲民众的这个期待甲信任啦吼。啊，民进党吼是讲政党本来就爱良性的这个竞争吼，民进党做好现主席的防疫工作吼，这是正本啦吼。另外第一。原民众党，即嘛讲吼，这个郭主席讲啥，未冲击着民众党吼，都已经成立遮尔久啊，应该是该稳定啊吼。另外，时代力量是讲啥，对吼，因党主席的这个选举吼，时代力量无法度去吼加讲话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赵少康先生要自新党，佮登下国民党，其实伊讲啥，会当看到讲吼，优秀人才登下国民党吼，为中华民国来效力吼，毋望将新党的这个精神吼带倒转去。但是这回这个问题过来啊，新党的精神到底是啥物？是啥物时阵的这个新党？啊，真正若是讲吼，这个吼，真正中国派这个部分，大家会烦恼无？啊，我咧想党内当然嘛有在咧讨论这个代志，就讲即马台湾的这个社会啊，比如讲即马遮侪少年人已经有这个天然度的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啊，你要行过去的路线，有法度符合即马台湾所有民众的期待无？所以说即马国民党为江主席起来了后，一直伫做这个部分的这个改革。啊，当然这部分内底嘛有足侪即个辩论啊、沟通拢有。哦，要毋过我哋讲啊，需要互国民党一寡时间啦。OK。哦，啊，互阮时间好啊来讨论一下。其他政党家己什物精神啊啥，当然好诶，阮来学。OK。比如讲像民进党真侪代志阮嘛爱学啊。哦，因对少年人的这个推拔啊啥，比国民党较紧迄个体制。体制较完整，这国民党爱学。OK。其他我伫想，国民党即马家己内部嘛，伫做一个调整。啊，毋过我嘛是迄句话啦，有遐侪人愿意出来担一担，是国民党的好代志。是啦，头拄咱讲到这个新党的这个精神，到底是要恢复到什么时阵吼？还是讲真正是赵少康迄个时代这个新党的这个精神，还是讲是尾手吼？咱看到吼，较这个有另外这个言论的这个部分吼。准为有要补充哈？无，我想要补充一下代志，因为最近国民党有出一个新闻，讲伊的党务人士咧讲，阮柯文哲主席无政治诚信，所以无法度蓝白合作。我一直想要讲一下代志，国民党是一个足大的党，你一个党务人士要来评论其他的政党，你嘛具名者，你嘛把你的名写出来。但是有当时也是报道的这个写的这个部分啦吼。让你你评论分析，伫个苹果日报分析甲偌好拄偌好，拜托你。内底一个前党务人士拉赢人士，拜托你名讲者好不好 ？OK。因为阮柯文哲主席咧名拢直接骂，伊咧评论时伊就行出来就讲，伊无咧米伫后壁了用这种放话，而且佫放别个党，这样代志阮嘛是受无，雄雄就走一篇新闻出来讲阮安怎都安怎 ，OK。你嘛具名者，你也回应一下。其实阮家己党内嘛点安尼啦，党内人士反映，其实我讲。非得有就有，无就无啊！当然对，准为这个建议，我带转去甲因讲啦。以后爱讲就大声讲，莫秘后壁讲。毋过有时咱知影讲媒体伫写，伊爱新闻来啥嘛，嘛无一定是阮讲的，我嘛爱你遐做一个澄清啦。是，继续上摆咱佫请教这个罗俊兄啦吼，安怎来看整个啦？到底是恢复着什么新党的精神，甲伊带转去国民党的，还是讲国民党因为伊 great again？国民党啊，要讲有人讲会新党化，即摆吼，在社会上，敢有比洪秀柱较无新党的？若即款人就会当伫国民党写赵少康袂当入去。OK。或者第二吼。另外一个思考啦吼。第二，我感觉叫做赵少康上，伊要热心去救党啊，当然好啦。但是我真正建议一项，伊大家民调讲，伊少年人的支持度特别低啦。替伊讲话人讲是安遐低，对伊无创政治的啦，去主持大众媒体啦，这真矛盾的。第大众媒体就诉求最正人的啊，是，愈人捌你才愈侪人捌你。才对啊！那会大众媒体愈做愈少人捌你啊！少人煞拢唔捌。是。这不通嘛？想安不通呢？
关键，你甲看伊规个言论，包括什么中华民国灭亡啦，什么有诶无诶，这什么这个 Great Again 过去足好诶啦，就表示伊诶世界拢伫过去啦。所以伊主持诶节目嘛，诉求遮诶人啦。OK。诉求遮人，伊迄个节目吼，都拿准啥？拿准一个塑胶胶囊啦，塑胶丸啦，甲伊诶美好的迄个美满，这个美满的这个1994年代，1990年代伊上辉煌或上厉害时，迄个时间啊，拢甲放喺到底啊，对啊，自我满足啦。嘛有遐受众，但是迄感觉大众，迄小众呢，所以伊变做主持大众节目，变做一个小众的同温层。所以这个同温层啊，这个小众化，伊无去突破。我可以叫国民党困难吼。无，咱嘛感谢四位这个意见吼，咱都是继续来去观察啦吼。感谢各位收看，嘛感谢四位来宾，感谢多谢，感谢。